全部 vowel 凌晨 3 go。Hello，我係星影 U 嘅 Miss Gianna。咁我而家嘅教學經驗咧係近乎10年啦。咁我係古典音樂出身嘅。咁而家主要集中咧就係教古典聲樂同埋流行曲嘅。家長最中意就問啦，咁你嘅教學方法係咩啊？咁我都會同啲家長講話，其實咧我係冇一定嘅教學方法嘅。咁每一堂嚟試堂完咗之後咧，我都會同家長傾下偈啦，就想知道仔仔女女過嚟學唱歌嘅目的原因咧，因應我都會去 adjust 翻我嘅教學進度嘅。例如話有啲學生嚟到就話，我好想參加比賽嘅，我好想咧去考試嘅，去報學校嘅，咁我就會用啲比較貼身啦同埋嚴厲嘅方法去進行。同埋咧有啲學生就會話我其實學咧係上課開心嘅啫，咁我就會咧相對就會比較寬容少少啦，同埋唔會咁逼緊嘅。咁如果例如話有啲學生比較怕醜咧，我會用另外一種比較關懷啦同埋有愛嘅形式去教。有啲家長一嚟到咧就話我仔仔好曳㗎，得唔得㗎老師？咁我都會令到學生好有 discipline 嘅。咁但係咧最後咧都係有一樣我想達成嘅咧，就係每一個學生離開課室之後都係笑住離開，同埋咧會覺得音樂對佢哋嚟講係會有一種 comfort 啦，同埋會係一種鼓勵。之後無論係 for luxury 又好，係 for 有目標性去考試嘅學生又好，最後咧都可以因為唱歌而令到佢哋有一個感情嘅抒發啦，同埋可以令到佢哋嘅 emotional 嗰邊咧係更加 fulfill 嘅。